圖片入邊呢個女人係韓國公認嘅直播女神 Bitberry， 佢擁有超高人氣，係好多網民心目中嘅頂流女神。但邊個都估唔到，佢其實並唔係自願走上呢個直播舞台。2023年8月17日 ，Bitberry 突然喺自己社交賬號發聲，自爆過去3日經歷咗令人髮指嘅遭遇。佢俾人毆打、被剝光衫，仲俾人強行剪髮，甚至仲遭到禁錮同侵犯呢種可怕折磨。呢條爆料瞬間喺韓國網絡引發轟動，但因為佢冇公開施暴者嘅身份，唔少網民開始質疑成件事真偽，甚至仲指責佢借悲慘經歷炒作博流量。直到8月30日，韓國 JTBC 電視台一則深度報道終於揭開真相，施暴者唔係其他人，正正就係同佢結婚已經6年嘅丈夫。而更加令人髮指嘅係 Bitberry 遭受嘅折磨遠遠唔止呢3日，佢嘅婚姻早已經變成一座睇唔見又逃唔出嘅牢籠。Bitberry 本名千藝穗，1996年3月14日出生喺韓國，而同所有普通韓國女生一樣，樣貌姣好嘅千藝穗自細就懷住一個夢想，嗰個夢想就係成為一名空姐。為咗呢個夢想，佢努力讀書，高中畢業後就憑第7名嘅好成績考入仁河工業大學航空管理系。當滿懷希望嘅千藝穗正憧憬自己未來嘅空姐生活時，現實生活卻喺呢一刻俾咗佢第一個重擊，佢竟然俾人霸凌咗。霸凌佢嘅人諗盡各種方法欺負佢，包括整濕佢啲書本，將佢硬生生拖去廁所入邊毆打，背後對佢造謠抹黑，令同學遠離佢、孤立佢等等。受到霸凌嘅千藝穗自然冇辦法正常完成學業，佢不得不休學翻屋企，之後就冇再翻過學校。大學畢業後成為空姐嘅夢想亦就此成為泡影。時間翻到2016年，啱啱滿20歲嘅千藝穗喺一間啤酒屋同朋友聚會時，邂逅咗後來成為佢丈夫嘅吳勝文。就喺佢仲未搞清楚呢個陌生人係邊個嘅時候，吳勝文突然向佢表白，聲稱對佢一見鍾情。千藝穗當然冇將吳勝文嗰套一見鍾情嘅講法當真，反而覺得佢嘅舉動十分荒唐，當場就拒絕咗佢。但出乎佢意料嘅係，吳勝文並冇就此放棄，反而繼續硬住頭皮搭訕，用略顯笨拙嘅說話努力討好佢。嗰一刻講唔清係俾佢嘅勇氣打動，定係出於某種好奇，千藝穗最終冇再拒絕，而係將自己嘅聯絡方式留俾咗佢。拎到千藝穗嘅聯絡方式後，吳勝文開始頻繁同佢發信息，兩個人嘅聯絡亦都多咗起嚟，順理成章咁。當吳勝文再一次向千藝穗表白時，千藝穗答應咗佢，正式同佢拍起咗拖。拍拖幾個月後，年僅20歲嘅千藝穗就同23歲嘅吳勝文一齊步入婚姻。關於點解揀吳勝文做結婚對象，以及點解會喺咁年輕嘅年紀結婚，千藝穗曾經喺後來回答粉絲提問時坦率表示，佢一直偏愛嗰種外表靚仔、帶少少脾氣嘅壞男人，而吳勝文正好符合佢嘅審美同期待。至於早婚嘅原因，佢就話因為兩個人係真心相愛，而相愛嘅人選擇結婚，其實同年齡本身冇關。佢仍覺得自己結婚嘅年紀算早。1年後嘅2017年8月，21歲嘅千藝穗幫自己改咗個 Bitberry 嘅網名，然後喺韓國直播平台 Africa TV 開始直播。直播內容係同粉絲喺直播間傾偈、跳舞、玩遊戲等等。得益於甜美嘅長相同性感嘅身材，千藝穗啱啱直播冇幾耐就迅速走紅，僅僅1個星期，關注佢嘅粉絲數就已經達到2萬。之後半年時間，佢嘅粉絲數量突破6萬。之後更加憑住 COS 動漫海賊王入邊一個叫娜美嘅角色火出圈，亦收穫到更多粉絲嘅關注同喜愛。2018年，千藝穗離開 Africa TV， 轉去另一個直播平台 Twitch 直播，並再次獲得成功。僅僅過咗4個月，就成為 Twitch 嘅合作夥伴主播，並坐上該平台第1女主播寶座。同年，憑住一段影片，千藝穗喺 YouTube 又爆火咗一把，吸引大批外國粉絲關注。更加難得嘅係，千藝穗嘅粉絲黏性出奇地好，粉絲就算知道佢已經結婚生咗小朋友，都依然好鍾意佢。佢嘅直播事業冇因為已婚身份受到絲毫影響，因為睇佢直播嘅人依然好多。佢仲受到男性雜誌 Maxim 方面嘅邀請，成為 Maxim 嘅封面模特，之後更加登上各大雜誌封面。呢件事亦都令佢一時間成為韓國直播界風光無限、當之無愧嘅直播女神。而喺公眾眼中，年輕嘅千藝穗無疑係家庭事業雙豐收嘅人生贏家。佢唔單止人靚聲甜、身材好，直播事業亦都一直蒸蒸日上，而且佢嘅感情生活睇落似乎亦都好完美。早早同睇落丈夫吳勝文步入婚姻殿堂，
婚後冇幾耐生低一個可愛女兒，丈夫睇落亦好支持佢嘅直播事業，唔單止成日出現喺佢直播間同佢合體直播，兩個人睇落感情亦都好好。吳勝文似乎亦都好寵愛佢，但實際上喺千藝穗甜美嘅笑容、光鮮亮麗嘅外表背後，藏住嘅卻係不為人知嘅苦楚。所謂直播女神嘅頭銜背後，更加隱藏住一個佢被丈夫精神控制長達6年嘅悲慘故事。前面我哋講過，千藝穗係由2017年8月開始直播，而嗰陣佢個小朋友當時先得3個月大。咁到底係咩緊急情況先會逼到一個仲喺哺乳期嘅媽媽出嚟直播賺錢呢？答案其實只有一個，就係為咗幫佢丈夫吳勝文還債。原來喺嗰段時間入邊，千藝穗嘅丈夫吳勝文喺外面欠低數億韓元巨額債務，即使將屋企全部積蓄填晒入去都唔夠，所以冇咩正經職業，又深知自己還唔起呢筆錢嘅吳勝文，就將賺錢還債嘅主意打到妻子身上。佢唔理妻子身體仲未完全恢復，一個勁咁催妻子出嚟直播賺錢。面對丈夫催促，善解人意嘅千藝穗冇諗太多，抱住盡快幫丈夫還清債務嘅諗法，佢幾乎即刻就應承咗丈夫嘅要求。但當佢真係開始直播嘅時候，佢先發現自己想象中嘅直播道路同丈夫幫佢規劃嘅直播道路完全唔同。喺千藝穗想象入邊，佢直播要做嘅只係同網民傾偈打機，偶爾再喺直播間入邊跳客舞。但吳勝文卻唔理佢已經係一個母親嘅身份，強迫佢着上嗰啲暴露到足以露出胸部、展現佢身材嘅大尺度衣服嚟吸引粉絲。而且唔單止係咁，吳勝文仲一直向佢洗腦話，露出胸部係平台基本要求，女主播都係咁着，觀眾亦都愛睇呢啲。你只有着上暴露衣服先可以吸引觀眾，先可以得到流量同粉絲打賞。喺丈夫一再堅持同 PUA 之下，唔知點算好嘅千藝穗只好聽從丈夫意見，將直播時着嘅衣服全部換成嗰啲暴露衣服。事實亦的確如丈夫所講，咁樣就的確為千藝穗吸引咗好多男性粉絲，亦令佢嘅直播事業不斷騰飛。然而喺收穫到流量同關注嘅同時，千藝穗亦都收到好多批評同指責嘅聲音。好多人喺佢影片評論區甚至直播公屏留言攻擊佢，指責佢點解要着露出胸部嘅衣服，話佢明明身為一個小朋友嘅母親卻行為不端，睇落就好似一個賣足女童蕩婦。如此刺耳嘅謾罵聲，正常人聽咗都會覺得唔舒服，更何況千藝穗仲係一個啱啱生完小朋友冇幾耐嘅母親，所以千藝穗唔單止成日因為嗰啲謾罵自己嘅說話傷心，甚至仲患上抑鬱症。但即使千藝穗因為呢件事患上抑鬱症，並且佢一再向丈夫強調自己唔想住嗰啲暴露衣服，丈夫依然對佢嘅反抗置之不理。最終長期活喺丈夫高壓精神控制之下嘅千藝穗，亦只能無奈屈服，照住佢嘅說話去做，更加唔敢再違抗。畢竟千藝穗係屋企唯一可以賺錢嘅人，一家三口乃至佢嘅老爺奶奶都依賴佢嘅收入生活。然而即便如此，吳勝文依然唔知足，佢始終唔願意出外工作，卻以喺屋企幫妻子打理直播賬號為借口，心安理得咁食住妻子嘅軟飯。至於佢所謂嘅管理賬號，其實不過係將妻子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據為己有，攞去大肆揮霍同賭博，絲毫冇為呢個家嘅未來作任何打算。但係因為千藝穗性格比較軟弱，又念舊情，知道丈夫將直播賺翻嚟嘅錢全部揮霍一空之後，佢都只係私底下同丈夫嗌交，從來冇喺直播嗰陣講過丈夫一句不是。而且盡管明白自己同丈夫嘅感情已經因為無休止爭吵消耗得差唔多，千藝穗依然冇諗過公開呢啲事。佢直播時依然強顏歡笑，假裝自己同丈夫嘅夫妻關係好和睦，佢嘅家庭生活亦好幸福。但好快，佢嘅丈夫卻唔顧千藝穗嘅面子，喺千藝穗眾多粉絲面前親手扯低兩人婚姻嘅遮羞布。2021年2月，喺千藝穗唔知情嘅情況下，吳勝文突然用佢嘅賬號開直播。喺直播中，吳勝文聲稱千藝穗聽咗其他人慫恿要同佢離婚，佢為咗挽救呢段婚姻，只好選擇自我了結。講完，佢真係喺直播中割咗手腕，將當時睇直播嘅觀眾都嚇到夠嗆。唔少觀眾即刻打急救電話並報咗警。千藝穗嘅賬號亦被直播平台以宣傳自殘為理由封禁半個月。半個月封禁時間到咗之後，千藝穗親自開直播，為半個月前丈夫搞出嚟嘅鬧劇站出嚟向公眾道歉。而同時喺呢一次直播入邊，千藝穗似乎終於好似諗通咗一樣，承認佢嘅婚姻出現咗問題，話俾粉絲知佢丈夫吳勝文喺外面欠低好多債務，丈夫成日對佢實施家庭暴力，佢嘅婚姻並唔似佢表現出嚟咁美好，而係千瘡百孔，充滿裂痕。佢下一步打算係同丈夫離婚。呢場鬧劇帶俾千藝穗嘅傷害遠遠唔止呢啲。
佢嘅抑鬱症不斷加重，甚至嚴重到咗必須住院治療嘅程度。但即使事情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兩個人幾乎算係徹底撕破臉，吳勝文依然都唔肯放過佢。佢針對兩人離婚問題，搞出好多令人反胃嘅操作。佢不斷刁難千藝穗，向千藝穗提出好多苛刻條件，拖延離婚進程，甚至仲向觀眾暗示係有第三者出現先影響咗兩人關係，導致千藝穗想同佢離婚。更加令人反胃嘅事仲喺後面。喺千藝穗因為實在忍受唔到吳勝文折磨，自己搬出去單獨居住時，吳勝文為咗唔放走千藝穗呢棵搖錢樹，向對方提出每個月替佢還1000萬韓元債務嘅苛刻離婚條件。等千藝穗真係答應之後，佢又出爾反爾，甚至仲威脅千藝穗話佢要開直播曝光千藝穗黑料，令佢以後喺直播界無法立足，再都冇辦法透過直播賺錢。就係咁樣，兩人糾纏咗2年，千藝穗始終冇能夠如願離成婚。但喺2023年8月13日，吳勝文突然以傾離婚事情為由，約千藝穗去自己屋企。當時嘅千藝穗以為對方終於徹底諗通咗，佢就毫無防備咁前往丈夫屋企。但邊個又會諗到，呢次赴約等住佢嘅唔係離婚好消息，而係嚟自丈夫嘅又一次痛苦折磨。千藝穗啱啱一見到丈夫，吳勝文就突然冷不防質問佢係咪出軌。面對呢一種指控，千藝穗已經唔想再同佢糾纏，於是順勢講咗個大話，承認自己出軌，只係為咗逼佢盡快同意離婚。然而聽到呢句說話嘅吳勝文瞬間暴怒，自認為自己被戴綠帽嘅佢，猛咁一手插住千藝穗條頸，但冇過幾耐佢又鬆開咗手。但呢個並唔係出於悔意，而係因為佢腦入邊閃過一個更加殘忍嘅念頭，佢要用拳頭毒打佢，仲要進一步克負佢，將痛苦升級成懲罰。而喺呢段期間，千藝穗一直嗌住哀求吳勝文放過自己，但係佢嘅請求完全冇起到任何作用，換翻嚟嘅只係吳勝文對佢無休止嘅毒打，一直折騰到佢整個人失去知覺。見到千藝穗倒下之後，似乎係覺得自己仲未發洩夠，吳勝文又攞出工具將千藝穗頭髮剪到亂七八糟，然後攞走咗佢嘅手機，趁住佢失去意識期間，令佢陷入更加無助嘅狀態，再限制住佢行動，將佢困喺洗手間入邊。吳勝文做完呢一切之後，千藝穗亦醒咗過嚟，佢望住行動被完全限制嘅自己，再望住洋洋得意嘅吳勝文，眼神入邊充滿不可置信同害怕。但吳勝文依然無動於衷，佢選擇無視千藝穗驚慌嘅神情，轉身離開廁所並出咗門。吳勝文走咗之後，處於害怕同驚恐狀態嘅千藝穗強迫自己冷靜落嚟，並迅速諗出逃跑方法。然後佢靠住自己努力掙脫繩索，跌跌撞撞咁逃咗出去，並喺路人幫助之下返到自己屋企。然而呢次囚禁事件仲未過去24小時，吳勝文又打咗個電話俾千藝穗。佢喺電話入邊態度誠懇咁同千藝穗道歉，話囚禁事件只係佢一時衝動，今次佢真係要同千藝穗商量離婚嘅事情，佢亦都唔會再做出之前嗰種行為。對此，迫切想要離婚嘅千藝穗相信咗佢嘅鬼話。有一次喺8月14日赴約，咁吳勝文真係改咗咩？佢係咪真心誠意想同千藝穗離婚？答案正如你所見，並冇。千藝穗啱啱一入到吳勝文屋企，頭先仲一面歉意，似乎真係悔改咗嘅吳勝文即刻變咗另一副面色。佢迅速閂埋道門，打住離婚前兩個人食最後一餐飯嘅旗號，叫千藝穗打開外賣軟件揀要食嘅嘢，跟住趁千藝穗忙住睇手機毫無防備之際，佢出手襲擊咗千藝穗，好似上次一樣狠狠插住千藝穗條頸。為咗保命，千藝穗不得不拼命哀求吳勝文。佢話自己以後唔會再提離婚嘅事，而係會按照對方要求去做任何事，會好似以前一樣，將直播賺翻嚟嘅錢全部交俾對方，唔會再出去見其他人。但係吳勝文絲毫不為所動，佢冷酷咁表示，無論千藝穗講咩都已經太遲，佢絕對唔會俾千藝穗活住離開。唔單止咁，佢仲攞出繩索，將千藝穗好似上次一樣五花大綁吊到廁所入邊囚禁起嚟。除此之外，吳勝文仲搶走咗千藝穗嘅手機，用佢嘅社交賬號發表咗包含去死吧、殺人等極端字眼嘅貼文，並且附上咗佢嘅自拍照，偽裝成係佢自己諗唔開嘅假象。之後，吳勝文冇即刻殺害千藝穗，而係將千藝穗囚禁起嚟。終於喺被吳勝文囚禁整整3日之後，機敏嘅千藝穗又一次進行自救。佢喺8月17日晚上，趁住吳勝文瞓覺，掙脫繩索逃跑咗。今次嘅佢冇再心軟，毅然決然咁報咗警，向警方講述自己遭遇吳勝文綁架嘅事。警方亦即刻出警拘捕吳勝文。喺拘捕吳勝文嘅同時，警方仲喺佢屋企發現咗一啲購物發票，
上面顯示佢買咗繩索、膠帶、錘仔等工具，好明顯呢係一次有預謀嘅犯罪。如果千藝穗冇逃跑嘅話，等住佢嘅亦將會係難以想象嘅悲慘結局。截至目前，警方已經以嚴重毆打、強姦以及傷害罪對吳姓文正式拘留，並且提起公訴。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接落嚟只係等法院最終審判結果。事件曝光之後，好多網民都對千藝穗表示同情。有啲網民話，可怕嘅係件事仲未解決，如果真係咁魔精嘅話，話唔定以後會報復。仲有網民一針見血咁指出，離婚係因為千藝穗出軌咩？難道唔係因為吳姓文賭博咩？退一萬步講，就算千藝穗真係出軌咗，難道吳姓文將佢綁起身毆打、剃頭、虐待、折磨就係啱嘅咩？但係除咗呢啲同情千藝穗嘅聲音之外，仲有一啲質疑嘅聲音。有啲網民表示，千藝穗明明一早就知道丈夫對佢唔好，咁佢點解唔早啲同丈夫離婚？咁樣件事亦唔會變成今日呢個樣，佢亦唔會俾丈夫綁架。但大家要清楚，同所有喺婚姻入邊受到身體甚至心理傷害嘅女性一樣，千藝穗喺呢段婚姻入邊食盡苦頭，無時無刻都處於俾吳姓文精神控制同打壓嘅狀態。佢曾經因為衣服嘅事反抗過吳姓文，但換翻嚟嘅卻係變本加厲嘅暴力折磨同精神控制。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我認為佢能夠靠自己由吳姓文手中逃出嚟，曝光吳姓文對佢做過嘅惡行，報警令警方拘捕吳姓文，成功保護咗自己。佢已經足夠勇敢，現如今只希望千藝穗可以早啲從呢段經歷帶俾佢嘅傷害同陰影入邊行出嚟，吳姓文亦都可以受到應有嘅法律制裁，令佢為自己嘅行為付出代價，還千藝穗一個公道。多謝大家追完今期案件，大家可以喺評論區一齊傾下偈。我係 Leo 啊，得閒記得 follow 我個頻道，下次見。